大家好，又係 Evan 中意 channel 啦。咁咧就我哋咧就因為有同學仔咧就喺度話，點解仲未更新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啊？咁樣咁係咪 Evan 懶咗啊？咁樣啦。咁確實係嘅，我真係懶咗嘅咁樣啦。因為即係好多教務工作要做，咁但係想逼下自己再 run 翻嗰個歷史五分鐘嘅 channel，因為我覺得歷史五分鐘呢個 channel 咧係我真正想做嘅教學啦。咁樣係啲補習社教學嘅以外嘅途徑嚟到做到嘅嘢，咁所以同埋俾一啲唔係我學生嚟到都可能識一啲課外嘅歷史啊，一啲中史教科書以外嘅歷史，一啲以偏概全嘅歷史，咁所以咧就重啟翻呢個 channel 啦，咁樣咁所以如果大家中意我個 channel 嘅朋友，歡迎 like、share、subscribe 我呢個 channel 啦。咁咧就係啦，我哋今日咧就打頭炮嘅咧就係講呢個秦始皇喎。咁因為咧，大家知秦始皇咧作為一個古代嘅封建帝王啦，一個大統一嘅帝王。咁其實咧就好多歷史評價，例如通常講話秦始皇統一文字啊、統一度量衡啊、起長城啊咁樣，或者大家通常標籤住秦始皇嘅就係暴君呢一個嘅名銜。咁但係其實暴君呢個名銜咧，其實當中最表者嘅就係焚書坑儒呢件事件。咁所以其實咧，我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講一講焚書坑儒呢件事件，因為通常喺傳統嘅史觀或者係我哋教科書讀嘅情況之下嘅話，就講焚書坑儒就對儒家學者一場嘅大浩劫，就覺得係好反智啊、好專橫嘅暴君啊，因為摧殘咗好多文化，同時令到秦代即刻亡國啊咁，所以就呢一個書寫亦都奠定咗2000年以後，即係秦亡咗漢初嗰陣時嗰個歷史嘅論調。咁但係其實嗱，我唔會話呢個係錯，同埋我呢段 YouTube 片都唔係話幫秦始皇洗白，因為其實歷史有好多唔同嘅面向嘅，只係覺得因為呢個嘅講法咧係有少少以偏概全嘅情況，即係其實坑儒其實即係嗱，歷史學家通常我哋或者讀歷史書啦，就通常話坑儒就係講坑讀書人係咪？因為即係坑儒啊嘛，儒生嘛係咪？焚書人通常就燒晒啲書咁樣，就通常講好多嗰啲文化嗰啲咁嘅嘢都係流失咗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坑儒其實本身坑嘅就唔係一啲讀書人嚟嘅，而所謂焚書亦都係咪真係乜嘢書都燒晒咧？咁所以我哋今日咧打頭炮嘅同大家講咩嘢叫焚書坑儒，到底呢件事件所謂嘅坑儒嘅事件，到底真實嘅對象同埋個起因係啲咩咧？所以焚書咁其實嗰個政治動機係啲乜嘢，同埋其實焚書係焚乜嘢書咧？咁同埋講啦，既然我頭先講啦，焚書坑儒呢件事件係以偏概全啊嘛，到底呢個以偏概全點樣定調到出嚟咧？咁我哋今日咧就最講三個範疇啦，咁樣啦。咁首先咧就係講坑儒先啦。咁其實坑儒呢一樣嘢咧，其實最主要係出自於秦始皇嗰陣時嘅本紀，即係呢個史記啊，司馬遷寫嘅史記啊，秦始皇本紀入面嘅解讀噶，就話其實咧呢一個嘅即係佢坑殺咗好多嘅儒生460餘人啦，但係其實坑嘅咧其實唔係讀書人。其實咧，如果你講坑儒嘅本質咧，其實係最主要係一啲方士啊，一啲術士啊咁樣啦。就其實本身坑儒唔係話在於儒家，因為秦始皇用法家思想治國啊嘛，佢要即係打下啲讀書人啊咁樣，要獨於一尊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嗰個內容咧，其實都唔係話本身都唔係話儒家同法家之間嘅爭鬥咁樣啦。咁其實即係嗰個導火線係乜嘢？就係在於方士啊，即係有同學可能讀過中史書嘅，可能知道叫侯生，又叫盧生，即係兩個人等等呢啲咧，因為秦始皇務求長生不老嘅丹藥失敗咗，而結果最後更加即係失敗咗都唔緊要，仲要夾帶私逃喎咁樣。即係其實件事係咩？大家知秦始皇咧係一個專制嘅帝王，通常一個專制嘅帝王或者一個嘅獨裁嘅皇帝都好，即係其實咧佢即係人生最大嘅敵人就係死亡。即係你諗下，其實佢可以管到好多人啊，管治萬民啊，乜嘢權力集於一身啊，乜都有噶。咁但係其實唯獨是一樣嘢佢係控制唔到嘅，控制唔到乜嘢就係死啦。因為你人最大，即係人哋除非科，尤其是古代啦，係咪？依家你都起碼醫療技術進步，你都起碼即係 expand 到你個即係你嗰個嘅即係壽命期啦，係咪？咁但係你以前唔係噶嘛，你以前其實啲人好早死，咁諗下皇帝其實都好驚噶，即係諗下你死咗落地獄咁樣都好，即係你都即係不能敵天地鬼神，所以其實秦始皇也好，漢武帝也好，或者專制嘅帝王其實都好追求食長生不老嘅丹藥，即係咩叫長生不老咧咁樣？
咁其實有個故事嘅，大家知道咧，有個人咧叫做徐福，咁啊，即係都係一個祈福黨嚟嘅，即係你知啦，即係你一講長生不老啦，其實到咗祈福黨出嚟，即係我幫你祈下福咁樣，幫你消災解厄，你俾錢我，咁就幫你消災解厄啦咁樣。咁秦始皇時期咧，都係有一個嘅祈福黨出現咗，叫徐福。咁徐福嗰陣時就話啦，阿秦始皇，你俾錢我。咁咧，我聽聞啦，就話東面咧有個嘅即係海上三座神山，即係有神仙山啊，有啲山啊咁樣啦，即係分別係呢個蓬萊，即係呢啲係山東地區嘅一啲山嘅神山，蓬萊、瀛洲同埋呢一個嘅方丈，蓬萊、瀛洲同埋方丈三個神山。咁呢三個神山咧，其實咧就係、因為大家知佢係海嗰度嚟嘅，即係山東地區啊。咁山東地區你知海咧就好多霧啊。咁以前咁即係海市蜃樓，因為大家聽過呢一樣嘢啦，係咪？即係你知就係喺沙漠嗰度，即係可能有個即係冇有個綠洲出現咗，但其實係幻象嚟嘅。咁其實以前都係㗎，有好多模糊嘅嘢。咁但係咧，佢去到嗰度之後咧就冇咗㗎啦。咁你諗下嗱，以前唔知咩叫海市蜃樓，你依家呢個世代你知咩叫海市蜃樓啫？但係以前你唔知㗎嘛。咁所以啲人就覺得啦，哇！嗰個時有座神山，仲要消失咗喎，咁一定係神仙居住嘅地方嚟啦。咁所以其實咧，咁當然吹到似層層，你知祈福黨通常吹嘢吹到似層層噶嘛，同阿秦始皇講，我有方法去到三座神山，你俾錢我，俾500個金銅玉女我，跟住咧你就可以咧我就可以幫你去東到去三座神山嗰度咧求長生不老嘅丹藥。咁啊，秦始皇信咗啦，係咪？咁啊，即係吹到似層層咁啊，即係啲方士即係吹水吹水佬吹到似層層咁樣。咁所以嗰個情況之下咧，就秦始皇就帶咗5000個金銅玉，即係唔係黐線？徐福帶咗500金銅玉女咧，就去咗三座神山嗰度啦。咁但係結果你當然知祈福黨最大嘅特點就係一去不復返，呃咗錢就走人啦，係咪先？咁係啦，所以嘅時候秦始皇就好嬲啊！咁樣啦，即係對於方士啊，即係心諗你就呃我呢啲即係想求長生不老丹藥，但係點知你吹水吹咗嚟到，結果走咗佬咁樣啦。所以情況之下嘅話咧，秦始皇亦都有另一啲方士，就係頭先講呢一個嘅侯生同埋盧生等等呢啲咁樣啦。咁結果又喺度話，我又幫你嚟到即係帶領住幾千個金童玉女咁樣嚟到即係求一啲嘅長生不老嘅丹藥。咁當然秦始皇開頭都信咗嘅咁樣啦，咁即係俾錢佢嚟到求神仙求丹藥咁樣啦。咁但係結果大家知道結果，咁當然祈福黨個特徵梗係幫你祈唔到福啦，係咪？即係口頭上我幫你全家祈福咁樣啫。咁所以結果其實秦始皇就非常之嬲，最後更加想革大司徒添喎，咁樣即係走佬喎。秦始皇嘅失望即係你知啦，當你俾人呃咗一次，咁失敗咗。第二次，咁結果個情況之下，嗰就令到佢憤怒去到極點嘅情況之下嘅話，即係其實呢一個唔單止有金錢嘅損失啊，仲要就係、你諗下就係話俾咗祈福黨呃咗喎，咁所以其實秦始皇咧就即係好憎一啲人，即係呃佢，因為你令到我皇帝威名受損，即係我皇帝嚟噶嘛，皇帝會俾人呃噶嘛，我就俾人呃咗啦。係咪？咁所以情況之下嘅話咧，其實呢一個嘅即係秦始皇其實坑儒嘅情況之下咧，其實所謂坑儒其實坑嘅唔係儒，就係其實係方士，即係啲吹水佬，即係啲拐帶集團嗰啲欺詐集團嗰啲咁樣嘅嘢，即係呢家等同電話詐騙案咁樣啦，即係啦，即係咁樣啦。所以個情況之下嘅話咧，其實呢一樣嘢唔係話在於對儒家思想嘅打壓嚟嘅，呢個唔係在於一個咁樣啦。咁係啦，咁所以其實情況之下，第二樣就係焚書啦。其實焚書，即係其實嗰個情況亦都係一個深思熟慮嘅政治決定嚟嘅。因為大家知道咧，其實咧，即係其實點解有焚書呢一樣嘢，就係有鑑於嗰陣時啲人喺度以古非今啊。因為嗰陣時咧，你知秦始皇咧，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鴻哉。咁嗰陣時咧，最後統一咗六國啦。統一咗六國之後咧，咁其實當中你第一樣嘢要知嘅就係話，你點樣嚟到即係重整呢個大一統帝國。咁其中有人啊，不如你就行翻周代嘅封建制度啦，咁樣咁就即係諗下你即係，因為嗰陣時個世界嘅思考就係以前嘅封建制度令到周代嗰陣時有800幾年嘅國祚，咁所以就行封建制度啦，咁樣。咁結果但係另一班人就係話李斯啦，李斯呢班人咧就覺得其實唔應該行慣封建制度。
咁因為你知秦代就係即係周代就係因為秦即係呢一個嘅周代就係因為行呢一個封建制度而亡噶嘛，係咪？咁所以情況之下，李斯就覺得啦，要行一個中央集權嘅郡縣制度咁樣。咁嗰陣時咧，因為你知啦，就係呢個係比較嶄新嘅理念嚟嘅，即係皇帝集於一身。但係以前你好明顯有周禮會講一啲可能你灌輸先賢嘅形象，就係話要行仁政啊，要愛民如子啊等等咁樣啦。而李斯呢個時候就覺得啦，既然行中央集權嘅情況之下嘅話，但係呢一啲儒生啊，嗰啲嘅或者嗰啲地方嗰啲人啊，經常用古時嘅嘢嚟到非議今時今日嘅嘢，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話秦始皇嗰陣時有好多嗰啲嘅私人補習社，即係好似我哋呢啲咁樣咧，有私人補習社。咁瘋狂咧就向啲百姓就宣揚一啲非中央集權精神，即係例如講咩，可能講話喂，以前阿堯舜禹嗰陣時話聖賢君主嚟嘅喎，秦始皇啲暴君一定係不得善終咁樣啊，咁樣啦，咁講好多啲嘢，完全削弱皇帝威名咁樣。所以其實個情況之下嘅話咧，亦都同時會造成咗啲思想混亂，真係好簡單啫嘛。皇帝最緊要管樣管治咧，就係總之一模一樣嘅思想，總之聽晒我講，係咪？你唔好反駁，你唔好 challenge，唔好做咩批判性思考，總之就係話聽晒我講，呢個就係中央集權啦。所以個情況之下，秦始皇有鑑於或者李斯有鑑於就係呢個情況之下，就向秦始皇開始建議啦，就話其實呢一個嘅思想混亂嘅情況就係因為私學即係私人補習社泛濫嘅結果。所以個情況之下咧，呢家李斯就建議啦，除將呢一個詩書、百家語等等呢啲書籍全數燒毀佢咁樣啦。同時必須要以利為師，即係話你好簡單，你學安全法，即係學呢一個嘅秦始皇嘅思想，用跟邊個學咧？跟秦始皇學最好噶啦，係咪？咁所以個情況之下嘅話咧，就係因為呢個情況之下嘅話，就係焚書呢一樣嘢就出現咗啦。咁不過其實焚書其實唔係話真係話燒晒所有嘅書㗎，當中有啲書包括最實用嗰啲書籍，包括醫藥書、占卜書、種樹書，同埋一啲嘅秦國嘅歷史書之外，其實呢一啲嘢其實係有保留，即係其實佢唔係完全消除文化。當然嗱，我唔係幫佢洗白啊，當然佢係即係佢目的唔係為咗消除文化。佢個目的就係為咗要壟斷一個歷史嘅解釋權，就係因為我要以你為師，你唔好跟以前邊個邊個講嘅乜嘢，你而家總之你要跟嘅説法係跟我呢一講嘅説法，就係嗰個情況，係要壟斷個歷史嘅解釋權，同埋唔俾有政治嘅意義。所以其實目標都唔係話真係要消除文化，呢個係衍生出嚟，即係額外衍生出嚟嘅結果嚟嘅，咁樣啦。咁但係啦，其實秦始皇呢個形象，呢個負面形象，其實喺嗰陣時其實未真正確立。因為頭先講啦，你燒嘅係一啲嘅方士，你唔係你慳如係慳方士，你唔係真係慳好多嘅讀書人，而且得460個啫。嗱，當然唔係話460個少啦，咁但係其實都有個人數喺度。不過其實嗰個形象係冇即係咁犀利嘅咁樣。而呢個焚書坑儒呢個罪名幾時先開始確立？就係其實喺漢代就開始確立。點解？因為大家知啦，秦跟住漢啊嘛，咁漢係顛覆秦朝嗰個嚟噶嘛，係咪？咁當然啦，你唔可以講到即係你一個新嘅人嚟到落嚟啦，你唔可以喺度話喂因為佢好人我就誅殺佢咁樣，即係你諗下你殺人都有藉口啦，係咪先？咁所以你要將前一個朝代塑造係一個嘅暴烈咎由自取，而我取而代之係應天信人嘅情況。咁樣，所以其實呢個情況之下，咁其實基於呢個論調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將秦始皇塑造成為一個暴君嘅形象，係一個嘅棄仁義，即係嗰陣時好多嗰啲嘅文章都喺度講，例如最出名嘅就係賈言有個叫過秦論，即係批評秦朝過失。其實佢都喺度講噶，就係話秦始皇點解會亡國係因為非仁義嘅舉動。如果大家有啲睇啲教科書或者睇一啲嘅歷史論調都係講漢代嗰啲學者，通常批評秦始皇係一個非仁義嘅情況。好簡單，其實有好多政治過錯，有軍事過錯，但係總之就係一粒嘢，你要將佢塑造一個道德嘅過錯。總之就係因為你唔係一個好人，所以你就要滅亡啦。咁因為你知啦。普通百姓係唔會諗啲乜嘢嘢，即係話哦，點解郡縣制會令到秦始皇亡國咧？點解中央集權其實就唔能夠貫徹始終咧？佢唔會諗呢咁嘅，佢諗你係一個好人，係一個壞人。
所以你只要定一個壞人，點樣壞人？因為佢唔愛民，就係因為呢個罪名。結果就可以嚟到將秦始皇用一個好簡單嘅符號打咗個暴君嘅形象，咁樣即係你唔使講好多嘢噶嘛，係咪？咁從而可以襯托到，因為大家知漢高祖其實都係劉邦約法三章，或者漢文帝、漢景帝嗰陣時與民休戚、愛民係咪？即係嗰陣時嘅情況之下，仁德治國，咁其實就一個好鮮明嘅對比。咁所以其實嗰陣時係一個抹黑嘅行動嚟，呢係一個咁樣。同埋其實就係、即係其實秦始皇統一天下，其實你做嘅有啲嘅內容其實係好明顯係，即係例如好簡單就係話嚴刑峻法咁樣，或者一啲法律治國，其實好大程度上都係誇大咗個情況嚟㗎。咁樣，因為你而家後世嘅君主其實都講同一樣嘢，所以連坐法其實係套喺中國古代嘅封建制度嚟講，其實你貫徹咗好多年。咁但係點解個個朝代都用緊，唯獨是秦始皇有事？其實就係因為漢代嗰陣時催化咗秦始皇，而且有好多嘅形象，例如其實喺長城係咪喺一啲嘅馳道直道呢啲咁樣，其實都係一個暴君形象嚟㗎。但係其實如果你評價秦始皇，我哋站在中間路線睇嘅話，其實佢做呢啲嘢都係無可厚非㗎，係咪？咁啊，你而家要有匈奴嘅入侵，你防匈奴。係咪？你呢家即係全國文字唔統一，你要統一文字，係咪？咁其實呢一啲，但係呢家漢代就將呢一樣嘢，將佢塑造成為漢末秦始皇，因為要為咗個人嘅享樂，為咗呢一個嘅窮奢極欲嚟到而即係做出嚟嘅情況。咁所以焚書坑儒其實就係一個咁樣嘅形象之下嚟到做出嚟，尤其是第一支漢武帝搞獨尊儒術，係咪？用儒家思想治國。咁嘅情況之下嘅話，儒家思想治國嘅情況之下，理所當然都會襯托出秦始皇嗰套法家其實係冇用，係暴君嘅形象，而儒家思想一個溫和嘅形象，一個襯托，所以我一個好嘅君主，你一個衰嘅君主，一個襯托嘅形象嚟咁樣，所以結果咧就即係其實呢一個秦始皇都唔會，即係因為其實一評價一個歷史人物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面向。有即係功啦，係咪有過啦咁樣啦？咁但係呢家唔再係，因為當個普通百姓只係出一個平平淡淡嘅符號，佢係一個好人，佢個壞人，所以經過後世君主嘅灌輸嘅情況之下，秦始皇就變成咗後世引以為戒嘅負面教材啦。咁樣今日分享咁樣啦。如果中意嗰條片嘅朋友，歡迎 like、share、subscribe 我個 channel 啦。好啦，拜拜。